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註冊營養師阿 Wing。大家好，我係註冊營養師 Jessica。好，喂，今日講下呢個菜啊，煎炒煮炸嚇嘅邊種方法煮係比較好啲咧？係嘛？咁啊，當然菜好重要啦，我哋應該每日都要食啦，係嘛？血深綠色嘅菜啊，等等啦嚇，好多維他命啊、纖維啊。茄紅素啊等等啊，增強免疫力啦、抗炎症啦，總之食多啲咧就係好啦。不過我哋點樣整咧？都有啲技巧喎，係咪？有啲研究都做過，今日睇一睇啲研究好嘛？究竟呢嚿菜炸最好啲啊，定還是烚最好啲咧？定係蒸最好啲？咁咧就首先就有一項相關嘅研究，咁就用咗大概2公斤嘅唔同嘅蔬菜，包括係紅蘿蔔、菠菜、南瓜、綠豆等等嘅。咁研究人員咧就將呢一啲蔬菜咁就切成相同嘅尺寸，咁就將同等嘅份量嘅蔬菜咧就擺喺唔同嘅烹調方法去處理，咁包括係灼啦、蒸同埋微波嘅。咁研究結果就顯示，原來一啲蒸咗嘅蔬菜，佢哋可以保留更加多嘅胡蘿蔔素，而灼嘅菜就會導致一啲水溶性維他命嘅流失，例如係維他命 C 入邊嘅含量就會顯著咁樣降低。咁相反地咧，微波同埋蒸咧就會對維他命 C 嘅影響就最細。咁個研究就發現咗，原來佢可以保留超過85至90% 維他命 C 嘅含量。咁除此之外咧，灼嘅菜咧就對於一啲抗氧化物同埋類黃酮素嘅損失咧都會比較高，咁損失就會高達70至82%。咁同一時間，一啲礦物質例如係鉀啊、鎂呢啲損失咧都會喺灼菜上面較為明顯嘅。咁但係咧，所有嘅煮熟嘅蔬菜都發現咗佢哋嘅鈣同埋鐵嘅含量都係有所增加，咁幅度就係大概6至17%。咁所以根據個研究結果咧，就表明咗原來微波同埋蒸嘅煮法咧，就更加有效咁樣去保留翻蔬菜入邊嘅營養價值。喂，咁但係嗱，我哋即係如果你灼咁，我哋都成日都話，不如你啲菜最簡單啦，唔用油就咁灼咗去就食係嘛？咁點知啲維他你灼即係喺水裏邊啦，咁啲水溶性維他命就有機會流失㗎咯喎。咁炸咗會唔會好啲咧？咁我哋睇下有冇一啲相關嘅研究，就睇下講關於即係原來油煮嘅方法會唔會影響我哋菜嘅營養。咁就發現咗咧，原來一啲譬如焗嘅蔬菜，咁就發現咗原來大多數嘅維他命，例如係維他命 C，佢哋嘅流失就會比較少。咁但係由於因為焗嘅菜都係屬於高溫同埋長時間嘅烹調方法，咁就會令到一啲維生素 B 群咧就會下降高達去到40%。咁至於啱啱講到譬如油炸或者係少油快炒，咁當然油炸佢哋嘅熱量咧都會比起少油快炒高咁樣啦。咁所以咧研究就揀咗少油快炒去做一個實驗，咁就發現咗原來咧喺短時間鹽加水嘅烹調方法咧，係可以有助去防止維他命 B 嘅流失。咁另一項研究都有發現，原來咧少油快炒都可以令到一啲脂溶性嘅維他命，例如係胡蘿蔔素或者係一啲茄紅素咧，都可以增加我哋人體入邊嘅吸收咁樣。咁又有另外一項研究就發現，原來咧一啲用橄欖油去炒嘅番茄咧，我哋人體入邊咧其實嘅茄紅素咧就會嘅吸收就會增加咗80%，咁所以根據呢啲研究就發現，原來少油快炒嘅烹調方法咧，就係可以增加一啲脂溶性嘅維他命去吸收嘅。OK，咁即係少油快炒係一個方法啦。咁有冇其他方法都係會好啲咧？即係都可以減少咗個流失率會低啲咧。咁如果有啲人真係想，譬如真係想去灼啲菜喎，咁其實都有啲方法可以減少一啲營養嘅流失。咁就可以咧灼菜之前落少少油，因為咧油可以令到蔬菜更加快腍啦，咁從而就可以縮短我哋嘅烹調時間，去減低蔬菜入邊嘅營養流失。咁其實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可以喺水滾之後先落啲菜，咁就都可以令到啲蔬菜咧快啲熟嘅。咁就可以水滾之後煮大概其實2至5分鐘咧就已經可以㗎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盡量都唔好剝咗蔬菜嘅皮啦，或者係煮熟咗之後先至剝蔬菜嘅皮，咁就可以保留翻蔬菜入邊嘅纖維同埋營養。
咁第三個就係盡量喺煮熟之後咧，先至再切啲食物，咁就可以減低咧成個蔬菜去接觸到熱量同埋水嘅面積。咁最後咧就係避免可能喺煮菜嘅時候落一啲梳打粉，咁因為咧梳打粉其實都可以幫助去保留蔬菜嘅顏色，或者係令到啲蔬菜更加藍嘅。咁不過但係因為啲梳打粉咧，其實係會令到嗰個環境咧變得更加鹼性，咁其實都會導致到維他命 C 嘅流失嘅。好煩啊！真係咁求其食棵菜啫，係嘛？OK，係啦，咁複雜。anyway， 我估大家可能灼啊，少油快炒啊，咁即係最簡單呢兩個都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啦，好嘛？我覺得你肯食菜就已經係好㗎啦，即係就算流失咗，你都係仲有啲渣拿係啦，你仲有渣拿喺度，好冇 ？OK，咁今日條片。係啊，大家記住咩方法都好啦，除咗炸菜之外嚇，咁其他方法應該都係好嘅，食多啲菜，好冇？OK，拜拜。